在台湾的天狗咧有超过98%拢是伫南部地区，为着要来控制这疫情呢，有专家甲学者是来做研究，结果发现讲这疫情传播的原因，除了甲各县市防疫敢有做调整以外，另外这人的活动嘛会甲这网虫的卵传去到其他的所在。热天是蠓仔到生团的季节，最近10年来，因为气候变迁。天狗热疫情愈来愈严重，毋若台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天狗热疫情嘛伫咧超过100个国家炭烧，每年有1亿人着病。气候变迁，那这个也反映在台湾，在某些这个登革热的上部啊，以前可能都比较局限在是南部，慢慢的往北边移，那甚至有一年连日本的东京都爆发登革热。根据卫福部统计，伫台湾天狗热超过98%拢伫南部地区，主要分布伫台南、高雄、屏东。炭病的蠓仔是埃及斑纹这款花卡蠓。有研究员发现，传播的原因除了甲各县市防疫敢有做调整有关系，另外人的活动嘛会甲蠓仔、蠓虫的卵传到其他所在。我们人为的行政区的防治作为对埃及斑纹的族群影响很大，代表我们台湾的登革热防治人为的影响会比天然就是它距离的影响还要大。专家学者认为，若准一直喷药啊，会增加蠓仔的抗药性。为着避免天狗热一直炭，上好的方法就是平常时环境爱清理，源头控制好上重要。所以，呼吁民众检查家己厝内底的环境，敢有做好清理。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